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1节到25节，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者或是愚者。今天就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日子，或许每一个人心中的对象、支持的政党都不同，但是是否你的选择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，或者是一个愚者的选择呢？智者的选择应该是不论在政党，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呢，要选出来的不是为了自己谋利，至少我们知道他不能违法，他不能滥权，他不能占用国家的土地，贪污图利。被选出来的人应该为了人民的福祉而着想，努力，愿意反省并尊重人民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可能反省过去的16年，在2个政党轮替的统治，哪一个领导人为台湾带来了最佳的经济表现？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是最高的。候选人当中，哪个人自己或是家族没有炒地皮？这样智慧或是愚昧的选择，其实并不限于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生活啦，或是政治上的投票。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的记载，也是在讲选择。我们首先要看到旧约以利的家庭。虽然我们看到以利他在年老的时候呢，向他的儿子提出劝告他们2个儿子的坏行为，但是事实上为时已晚，他们已经选择了走向死亡之路，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相对于哈拿，他对撒母耳的教育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以利的家庭教育、信仰的教育，其实选择是失败的。因为哈拿选择了正确的道路，所以上帝就赐给他更大的福气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赐福给哈拿，他又生了3个儿子，2个女儿。小撒母耳侍奉上主，日渐长大。继续我们又看到了以利对2个儿子的警告，说到他们得罪了上帝，得罪了人，将会得到上帝的审判，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来辩护。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2节到25节，标题是写以利告诫他2个儿子。以利已经很老，他不断的听到他2个儿子对以色列人种种的恶劣行为，他们甚至跟那一些在圣幕门前工作的女人睡觉。以利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？大家把你们所做的坏事都告诉我。我儿啊，不可再这样下去。上主子民当中流传着你们的臭名啊！如果有人得罪别人，上帝还可以为他辩护，但是人得罪上帝，谁能为他辩护呢？他们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上帝已经决定要杀他们。
选择错误的结果真是不能小看的，会很凄惨的。我们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也看到以利的2个儿子在战争中惨死的记载，因为他们选择错误的道路。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曾经提过一个精彩的比喻，就是10个童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背景，犹太的婚姻文化。当双方谈好婚约之后，男方就回家开始盖新房。盖新房的工作是由新郎的父亲所负责的。他们预备地方，这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。因此我们也读过了耶稣基督的应许说，我父亲有许多的住房间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会为你们预备，就必回来再带你们回去。这就是预备新房的意思。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经常被圣经用婚姻来做比喻。新郎是耶稣基督，基督徒世人是新娘。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，我们就要讲到所谓的日子的问题了。耶稣基督又说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天使也不知道，连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新房什么时候会盖好，真的是没有人知道。天使呢，就是那些先知们讲预言的也不知道，连子耶稣基督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什么时候要来，既然不知道，耶稣基督就说要如同盗贼一样。新郎呢，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是不会有预告的，所以基督徒必须要随时预备好，以免来不及。这个预备呢，就是新郎的家庭，他们自从谈好了婚约之后，就必须要随时预备，以防新郎的家庭随时的来到。聪明与愚蠢，聪明的人会有充分的准备。比喻当中有5个智慧的童女，他们预备了备份的这个灯油，因此当新郎随时来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担心。而那些愚蠢的童女却以为还有没有关系呢？他们选择轻松以待，完全不在意，结果就失去了与新郎见面的好机会，更失去了蒙福的机会。圣经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的记载告诉我们，标题写10个少女的比喻。在那日，天国好比以下的故事，有10个少女手里拿着油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5个是愚笨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笨的带了灯，却没有预备足够的油；聪明的带了灯，另外又带了几瓶油。新郎来迟了，少女们就都打盹了，睡着了。到了半夜，有人呼喊：“新郎到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”10个少女都醒来，调亮他们的灯。那时候，愚笨的对聪明的说：“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吧，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熄灭了。”那些聪明的回答说：“不行，我们的油实在不够分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到铺子里去买吧。”愚笨的少女去买油的时候，新郎到了。那5个有预备的
少女跟新郎一起进入婚宴，同赴婚宴，门就关上了。其他的少女随后也到了，他们喊着：先生，先生，请给我们开门。新郎回答：我根本不认识你们。耶稣说：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并不知道那日子、那时间会在什么时候来临。要警醒，不要被迷惑了。我们不知道日子以及时间，但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到。因此要成为有智慧者，有充分的预备，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。许多基督徒喜欢笑犹太教徒没有预备好，因此他们失去了接受耶稣是基督的应许。但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你我当中。我们可能以为跟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的，我们自以为没有人知道，自以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，却是最愚昧的选择，而失去了蒙福的机会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：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，从遥远的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，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，你对我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能够理解的。13节到18节：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，在母腹当中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当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，骨骼怎么样成型你都知道，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看见了我，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，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恳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，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让我们有智慧，不要做愚昧的判断，而失去了一切所拥有的恩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